有一种运动叫做 netball 无篮板的篮球，可能伫2032年奥运会列入去正式项目。咱国内嘛拍拼咧训练选手准备比赛。不过，这款无篮板的篮球比普通的篮球是更较注重团队合作，这队员配合就爱斗打，才有赢球的机会。传球就是袂使运球，敢会使靠配合将球送到篮骹，交互射手来投球。顺利将球投入去，毋过详细一看，篮轻无篮棒，用的球甲排球差不多大粒，这就是内部。伫台湾奉叫做篮网球，是自篮球演变过来的。毋过甲篮球无共款的，是无啥可能会出现一人球队，因为内部伫袂使运球，也有只会使提球3秒的限制之下，团队合作一直传球是上好的战术。哪走哪接球，搁随将球传出去，就是要训练配合甲球的流动性。毋过看过去，除了背准国手，也搁会使看到国中生嘛做伙伫练球。这项运动在台湾比较不盛行，家人来这就是有妹妹他们就是也愿意学习，我觉得我们就是会的就教他们，可以学习到很多其他走位技巧跟脚步。期待就是跟别的选手一起比赛。学习，互相学习。2024年篮网球亚锦赛9月26日伫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比赛，國手希望未來會使將國際比賽經驗傳承予小球員，因為2032年奧運內部可能會是正式項目，到時陣這小球員就有機會變做代表台灣比賽選手。國際奧會在這1-2年，它會正式公布2032年奧運的主辦項目。那如果籃網球真的進入了奧運殿堂，我們就即將展開我們的8年備戰計劃。希望我們的學生在經過這些訓練之後，有機會呢變成國家級的選手。2032年布里斯本奧運，內部是主辦國澳洲的國球，澳洲一定會爭取將籃網球列做正式項目。所以籃網球協會早就伫布局，望訓練優秀的球員，要伫奧運來拼成績。記者歐文良、張敏如，新北市報道。